最后一题的证明写得太简略了。你怎么去了趟国外回来之后，数学变那么好了？这次的第1名115分，满分加15分的附加题。陈浩轩，你瞧，还有更厉害的。我现在把大家的试卷统一发送给大家。陈浩轩，你可以把最后一题的解题过程写给大家看看吗？你不用拿试卷看原本的题目和你写的解题过程吗？我记得。同学们请看黑板，看看自己写的和陈浩轩写的有什么不一样。密码社都没人呢。夏长安，还没决定报哪个社团吗？枉费我在课堂上讲了那么多，怎么密码社一个人都没有？陈浩轩，密码社需要高超的数学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。你和夏长安在咱们班数学成绩最好，加入密码社。所以这个社团主要算数学吗？差不多，但是比在课堂上讲的更有趣、更多元化，面向更广。啊，老师啊，谢谢您的推荐，但是其实我……密码社的活动区域就在咱们学校最旧的那栋楼，社团活动迟到的话，也会计算在学期成绩里。周5见。